走着走着，他就一把不是抓起来的手。抓你妹妹的手。对。我一直抓着他那个手，因为我本来是把他带回家去睡觉的。他们两个，我们就那个走过来，他们就是这个走过去，可能是离得近，所以他那个手，他那个手。什么叫可能说两个马子都说？他走过来跑过去，我的那什么。我们前头就是也出来掐脚，也是打上晚上有来做。你没看到我一直抓着他吗？你们走过去看到了，我一直抓。其实我跟他认识还不到4个小时。他现在醒得了吗？他醒不了。我还知道，我的手还好。你现在就给他打死他的头，就那醒不了了。我们看是男的不？那这个东西那就不是男的，你会到医院里面给他去做检查了，绝对是。